好，来乡亲继续要来讲这个普洱茶，也就是一般所讲的草普茶。讲伊的功效，阁有新的发现咯。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来发现讲，这个草普茶甲乌龙茶比起来，加一种水解型的消脂素，会当来预防皱牙。啊，这项研究嘛，刊伫个国际期刊引起注目。古早人都用茶落喙防止皱气的习惯，普遍拢认为讲草普茶效果比乌龙茶较好，不过都无找出真正的原因。最近中兴大学研究团队总算找到原因啊！它其实是破坏那个生物，它不是把这个蛀牙菌给杀了，它只是让你这个膜破掉，它散出来，它没有，它还在你的口腔里头，只是它没有站在牙齿上面，所以它就不会让你蛀牙。研究团队表示讲，草普茶防止皱起，主要是抑制生物膜的形成，不是杀菌。就抑制生物膜的效果来讲，消脂素比二地素较好，所以讲草普茶比乌龙茶效果较好。叶子里头这样重量啊，干重里头啊，最好能够达到3%。研究团队将这项研究刊登伫国际期刊顶，引起真侪人的关心。同时嘛，甲做伫产学联盟成员合作，开发草普茶落喙水，和产学合作达到双赢，来推广茶米的实用性。